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 WCG 嘅名人專訪。今日好榮幸啦，請到 TC Sir 嚟。咁 TC Sir 咧係有20年做 banking 嘅經驗啦，而家係一位財商導師。歡迎。係啊，你好，你好。嗱，我知道其實咧好多觀眾咧對於黃金，因為由2023年咧金咧其實一直就升到依家，但係又好似因為個市況突然間又好似個價格唔係好穩定啦。咁我相信好多觀眾都好多疑問。究竟今日有啲乜嘢可以話到俾我哋聽，帶到俾我哋咧？嗱，今日咧我最想就係、我相信啊，假設對黃金有興趣或者即係想了解下都好啦，一定會第一樣嘢問就係：喂，個金升到5600蚊，即係叫做今年啦。喂，突然間好似死晒火咁喎。喂，明明嗱又打緊仗啦，即係所謂我哋認知嘅本身嘅理由咧，都冇驅升到黃金。究竟我哋今日要研討嘅就係個金仲有冇機會升到去6000蚊咧？係啊，好多人都問，咁而家係咪應該要入呢？調翻轉，因為跌咗啊嘛。但係又好驚，又唔知無厘頭啊，點解打仗都跌，都唔知入唔入好？究竟有冇啲咩睇法、目標價咁樣？係啦，同埋今日帶多樣嘢嚟同大家研討就係、會話俾大家聽啦。咁究竟央行今年有冇買緊金？亦都究竟邊啲國家嘅央行係賣緊金咧？咁都想大家長知識啦，都要知道。賣金都有，賣金都有，唔係淨係團金嘅，唔係淨係團金嘅， Okay. 都有啲原來係喺度sell 緊啲黃金。咁我哋都會講。咁所以咧嗱，簡單嚟講，今日我哋會用一個咁嘅節目啦，即係咁話俾大家聽，有3大關鍵，大家了解咗之後咧，再決定入唔入場。好。咁 TC Sir，我想問下啦，而家個金又跌緊，又冇之前咁貴啦，應唔應該再買咧？好啦，嗱，咁阿 Choco 你就問得真係啱啦。不過你快咗，我哋咧就因為好多家庭觀眾咧都係可能有啲小白嚟嘅，其實唔知究竟黃金個升跌係咩影響啊嘛。不如我哋又俾少少知識大家先，好冇？點解要投資黃金啦？嗱，其實個黃金咧本身嚟講，唔好以為我哋淨係結婚啊、打龍鳳啊嗰啲，即係我哋東方人一般啊，其實唔係嘅。黃金本身有幾個核心嘅價值，我哋叫做啦，即係我哋叫做 why， 我哋要用黃金啦。第一，其實喺嗰個尤其是地緣政治升溫嚟嘅，我講傳統啦，其實佢係有一個避險工具嘅作用啊，呢個好緊要啦。第二樣嘢，抗通脹喎，抗通脹一陣間會同大家講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印銀紙，尤其是美國呢個大國成日印銀紙啊，令到你銀紙貶值嘅時候，反而金咧係有個抗通脹嘅作用。第三，資產嘅多元化意思係咩啊？嗱，舉個嚟諗啫，我喺呢個地球啲股票跌到唔好話歸零啦，跌到好慘嘅時候，咁你諗下，如果你資產唔得多元化嘅時候，好危險喎！你個地球上你嘅資產原來全部捆綁晒喺股票度，咁但係金咧同股票有陣時咧就冇呢個 correlation， 即係金有金嘅世界行走，股票有股票世界行走，咁所以我哋資產多元化亦都係非常重要。最後我想講就係，其實喺金嚟講咧，喺一啲大戶嘅定義嚟講咧，其一就係一個非常好嘅防禦嘅資產啦，我哋叫 A 級啦。其二就係可以對沖全球不確定性，唔係淨係打仗。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個大戶咧，就係央行，其實佢咧係不停每年係啦，好大力買緊金嘅，係啦。咁至於個驅動因素，考下你先，你知唔知有乜嘢因素係會令到個金升同跌咧？我諗不在乎呢啲利率啊，美元強弱。係啦，好啦，咁你答中咗2個都非常好啦。我當住一般嚟講啦，嗱美元嘅匯率啦，因為始終美元係全球一個避險嘅最大嘅貨幣啊嚇，即係我哋講大家會睇。第二個利率係關事啊，升即係加減息啦。其三就個通脹預期都會影響。另外地緣政治風險，唔好話淨係打仗，講緊就算雷曼兄弟嗰啲嚇，即係有啲好大鑊嘅嘢爆煲嗰啲都會有影響啊。最後啦，就係央行究竟買金買得大唔大力咧，都會有機會影響個金嘅升跌下。咁呢個係幾大因素啦。不如我哋先講下利率先啦。你估下究竟個利率加減息對個金有咩影響咧？應該利率升嘅時候就個金價應該受壓啲嘅。受壓啲啊，好啊。咁你又答中咗。咁我哋講少少嘢啦。嗱，不過咧都有咁巧今日講開啦。咁最主要黃金今年嘅走勢咧，即係某程度上其實大家都知啦。開初嘅時候我哋升得好靚，5600蚊啦，咁呢個係真嘅。咁亦都預期，因為有一個我哋叫做啦，美元有機會今年係減一個75點子嘅假設，但係最近改咗啦，個市場嘅方向改咗，就係25至50點子最盡嘅啫。但係都要講俾大家聽，講傳統啦。一般嚟講，如果利率係預期下跌或者減息嘅話，其實個金升嘅機率係大嘅，即係呢個係純粹係一個知識要話俾大家聽先啦。係啦，咁至於另外一個我哋講啦，央行持續增持美元同去美元化呢個有咩 topic 咧？就係考下你先，你估唔好講今年未知未發生晒啦，今年未係。一般對上嗰1-2年，你覺得啲央行咧每年買緊幾多噸金咧？有冇一個咁嘅概念？咁啊真係俾你考到我，有冇 range 啊？有冇 A、B、C、D 選擇？冇嗱，4位數字一定係4位數字，即係起碼上千㗎啦。如果上年就
上千咁啊3000，咁啊多得滯，咁啊即刻開估啦。而家我哋心急啊，啲家庭觀眾1000噸，但係今年咧，你覺得多咗定少咗？我覺得多咗嘅。多咗，好啦，咁啊對唔住啦，又令你唔開心。又俾你考到啦。係啦，咁今年咧市場預計今年係會少咗，央行約莫買800至850噸嘅少咗。咁應該我哋會探討下少咗個原因啦嚇。咁啊最主要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記住黃金係 limit 㗎，即係唔會掘到無限㗎嘛。咁所以呢個好睇每年嗰個礦產啦。咁但係800至850噸已經等於每年嗰個出產量嘅1/4都唔係少㗎啦嚇。咁但係去美元化亦都係一個 issue 啦，因為始終有啲央行覺得就係尤其是近排有啲國家拋售美債嘅原因就係寧願囤啲金，就係佢想去美元化啦，即係一定有個咁嘅諗法㗎嚇。咁即係要俾大家知道咁樣啦，係啦。咁至於個地緣政治啊，最緊要啦，先講翻 in general 先，無論呢個地球爆黑天鵝或者一啲好大型嘅我哋叫經濟事件啦，甚至乎打仗啦，其實一般嚟講咧，同金係相反，即係話一爆煲嘅時候，個黃金應該係升㗎嚇，即係爆煲咧唔代表黃金跌啊，講一般啊。咁所以咧喺個結構性嘅需求啦，個風險上嘅平衡都好啦，黃金咧其實一般嚟講係真係有一個避險嘅作用啊。不過一陣間我哋都會探討下喺今次打仗度點解金又唔係不似預期，又唔係持續咁 stable 啊向上行，反而近來就由5600跌到差唔多以今日我哋做訪問計啦，若果如果咁個 range 都跌咗成1000蚊美金咁多咧，而個戰爭又好似未解決嘅喎嚇，伊朗啊、美國同以色列嗰啲仲未傾掂數噶嘛，咁樣好多個問號。嗱，TC Sir，咁講到呢度咧，可唔可以 round up 一下，究竟有啲咩因素係會即係令到個金價上漲嘅咧？嗱，咁其實大家家庭觀眾聽完之後，我諗都有啲 sense， 有個框架。咁我就同大家 round up 下啦，就係最簡單就係我哋以一個 theory 計啦。一般嚟講，美元如果偏弱嘅話，個金價上升嘅機率就好大。Okay. 低利率之後咧，黃金上升嘅機率又好大咯。咁高通脹嘅時候，黃金又係有機會上升咯。地緣衝突即係我講一般打仗啊、黑天鵝一啲經濟事件啦，個黃金上升嘅機率又大。最後啦，央行買金如果買得夠多，即係個支援夠啦，即係我哋所謂有嘅大老闆喺度不停買金囤金嘅話，金價咧都有個正面嘅影響對個金價，即係有個承托。咁呢個就大概俾大家有個框架，就起碼都大家都知道就究竟個金升同跌究竟關咩事咧？咁我哋即係喺呢度我哋講咗俾家庭觀眾聽先啦。好啦，咁啊去一個核心啦，你又估唔估到我考翻嚟？你估唔估到點解最近呢期個黃金喺戰爭之後咧得唔到應有嘅支持，反而下跌？我都想問啊，打仗打咗咁耐，係咪先？美伊爾呢個戰爭點解個金真係有啲立喎？係啊，嗱個金今年升咗上去咧，最主要我哋叫啦，無論1月、2月有兩件事件啦，一個就係美國關同格陵蘭嗰個事件啦，第二樣嘢就係委內瑞拉事件，其實都令到金價咧其實衝咗上去，但係反而啲人認為開波真打嗰個咧，伊朗事件咧，反而就係金見高位碌落嚟嘅時候，究竟呢件事係點解咧？嗰樣嘢啦，咁我哋又要回溯翻一樣嘢啦。點解今次個戰爭升溫，反而個金價跌？第一，我哋要講翻先，尤其是可能大家都知3月中開始個金咧開始慢慢碌落嚟咧，由我哋所謂最高位啦5600蚊開始啦，以到我哋今日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已經係跌咗1000蚊美金，其實係不是少啊！已經如果計5000幾蚊碌到落咧，係挨近曾經最低位啦，唔係今日啦，係講前排最低位係over 20%，其實係不少噶嚇，即係咁講嚇。咁個背景矛盾係就話點解呢個所謂傳統一個避險嘅商品啦，係完全冇發生到避險咧？喺呢個伊朗嘅戰爭入邊，反而令到嗰個金價係會碌翻落嚟啦。嗱，呢個就係有啲真係好跌眼鏡。係啦，所以有啲專家話啦，戰爭升溫，金價連跌，咁意思係咩咧？即係好似佢講咗話，喂，咁好似有啲矛盾喎。咁我哋其實我哋咧就試下用一個探討啦，咁我準備咗一幅圖啦，咁啊到時啊家人觀眾可以睇到啦，就係其實金咧喺3月中約莫啦即係叫做2月28號正式啦射飛彈開始計啦，佢係曾經短時間咧，即係3月中嘅時候短時間碌咗落去咧，約莫係去到4500咧，已經係足足唔見咗17%，800蚊美金，反而射完飛彈跌喎。咁我哋好理性探討呢個。有3大嘅力量咧，令呢樣嘢發生，即係個金價跌。第一，美元咧已經成為咗更強嘅避險。點解咁講？喂，T Sir，唔係金啲人即係所謂打仗啊，或者係有一啲我哋叫做啦經濟上嘅黑天鵝啦，各樣嘢啦，錯啦。原來喺大事件發生，尤其是今次伊朗呢單大鑊嘢啦，好耐未試過打到咁勁啦，因為出動到美國認真打嘅時候咧，原來美金咧啲人先覺得係避險喎。嗱，呢個好認真啦，無論美債美金都會係啦。咁呢個一定係蓋過咗黃金啦。第二個啦就係考下你啦，咁嗱，既然要打仗，咁即係我哋估計咩啊？通脹會升溫，咁個利率仲有冇機會減咧？
係咯，冇咯，冇啦，係咪？通常但係本身話減嘅喎。係啦，咁啊通脹講啊，有通脹嘅時候我哋就講加息㗎嘛，咁所以呢個市場就係一個擔心就係，喂嚟緊打仗打到嘭嘭聲，通脹升溫，咁啊加息啊有喎，邊度有減息啊？咁呢個亦都係影響咗個我哋叫黃金嘅走勢啦，亦都是未必會升得咁暢順啦，自然係受壓。第三就係我哋叫一啲槓桿部位被逼平倉，意思係咩咧？嗱，2025年個金升到咁靚仔，講緊係升咗26%，即係去緊啦4-5千蚊嗰啲水位嘅時候啦。咁對唔住啊，作為一個交易員，我一定有啲地方輸緊錢㗎嘛，即係好認真。咁喺我賺咗咁多錢嘅時候咧，我就會選擇性喺流動性最好嘅產品度平倉獲利先，呢個好肯定㗎嚇，一定要係食緊啲糊先啊嘛。咁所以好多時候黃金咧就成為咗佢哋主力會沽出嘅商品。咁所以即係我會咁啦，做一個小 round up 就係會話翻俾大家聽有陣時更好嘅產品都好啦，去到一啲交易員手上咧，人哋都會理智地啦，係會選擇一啲位置會平倉食糊 take profit 咁啦。小總結啦，就係講話嗰個流動性危機啦因為點解個金唔升啦？因為我哋要知道就係喺打仗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商品，例如股票市場啦，好多一啲唔同嘅商品市場或者投資市場咧，都會出現下跌。下跌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因為如果佢哋掂到一啲槓桿產品，甚至乎我哋講認知嘅 Bitcoin 啦都下跌嘅時候咧，咁我作為交易員，喂，我下跌嘅時候，如果我喺嗰啲輸錢嘅地方，我唔平倉嘅時候，我就有機會俾人咩啊追孖展啊嘛，追孖展嘅時候，喂，咁我一定會喺賺錢嗰度咧就沽緊嗰啲賺錢嘅貨。要係咩 cover 翻個 loss 或者我俾人追孖展嗰部分啦，咁好多時候呢個就係一個流動性危機出現咗啦，咁好多時候冇辦法啦，一個補倉嘅要求出現咗，咁引發咗技術性嘅崩盤，就係咁簡單嘅啫。Choco 考下你啦喎，央行先係其中，唔好其中咧，一定係最大買家，團金咁樣啦。咁你又知唔知嗱？2026年已知嘅數據入邊，邊個國家 buy 即係買得最勁，邊個國家沽即係 sell 得最勁咧？你估唔估到咧？邊個央行買得最多金咧？可能可以估下，會唔會係啲金磚三國咧？OK， 好啦，咁唔使估落去啦，就錯咗㗎啦。好啦，咁估咧，估就唔知係咪？係。好，波蘭，係 buy 即係最勁嘅喎，buy 咗20嗱，已知2026年啦，年初已經吸咗20噸。原因係咩咧？波蘭同烏克蘭係好近嘅。大家都知烏克蘭同俄羅斯打緊仗啊嘛，咁所以咧波蘭咧就話，據講就話聲稱地緣政治嘅安全嘅考量，所以買得好勁。嗱，佢個儲備已經升到700噸㗎啦嚇，諗住提升到700噸。OK， 諗住。依家咧約莫570噸，其實都誇張地多。第二個咧就係中國啦，咁啊仲有一個叫烏茲別克啦，即係好坦白講，我都冇去過烏茲別克。咁佢年初已經買入咗16噸啊，咁全球比例講緊啦。喺一個黃金外匯儲備嘅比例上咧，呢個國家係最高之一啊！好啦，跟住仲有一個叫哈薩克，我都冇去過啦嚇。咁年初到依家買咗7至8噸啦。咁仲有頭先你講金磚嗰啲國家啦，其實印度啦、巴西啦都有嘅，馬來西亞都多嘅，都5噸。唔好諗住馬來西亞會係一啲較為窮嘅國家，唔係，佢都買咗5噸。歐洲方面，捷克咧都係一啲叫做持續小額買入、逐步提升嘅國家。沽得勁，你又估唔到啦，亦都唔打算估，因為難嘅。原來咧土耳其原來係咩咧？因為佢為咗拱衞佢自己嗰個匯率啊，個 currency 嘅匯率啊，咁應對佢高通脹同埋一啲叫做能源嘅衝擊啦，咁所以佢要沽緊啲黃金，拋售啲黃金嚇，有咁嘅情況，因為佢有啲流動性嘅 concern嚇。年初到而家賣咗8噸，另外一個咧就。我一講可能你叮一聲知啊，俄羅斯，因為點解咧？俄羅斯係長期俾呢個地球制裁噶嘛，咁所以咧其實佢要動用呢個黃金實質嘅儲備賣啦，去彌補佢赤字上面，真係財政上嘅赤字，同埋戰爭上開支，因為佢打咗好幾年噶嘛，同呢個燒咗好多錢，係啦，燒咗好多錢，咁所以咧呢兩樣嘢咧，即係我哋要知道央行嘅吸金能力咧，係絕對係有機會成為 support 住個金價上升或者唔好跌嘅一個好大嘅重要支持。今日其中一個想講嘅小主題啦，就係話俾大家聽。既然大家都知道咁嘅時候，好啦，國家知道啦，你知啲大戶我哋叫投行啦，你又估下佢哋定個目標價係幾多啦？今年唔係好癲，好黐線㗎！佢哋係咪8000？哦，8000唔係，我哋理性探討，理性探討係啦。咁嗱，黃金今年個高位就5600嘛。咁但係好多其實大行所謂定啦，最終啦，即係唔係話佢掂一下啲高價啦。咁原來都理性地咧，我覺得都仲有 chance 跌
掂唔到6000一定啦。一般大行咧，嗱 JP Morgan 咧就估5000。當然啦，佢就話如果極端情形，即係唔知咩極端情形啦，即係就話可以去到8000，咁唔好理佢先，8000就太誇張。但係譬如高敏啦就話5400啦，摩根就5700啦，跟住 UBS 就6200，咁拉勻咧其實大家都過5000嘅，咁所以金如果你係純粹以大行嘅目標價定咧，依家金約莫喺4000零蚊咧，似乎就係屬於抵買喎，係喎，仲有水位喎，係啊，仲有水位，根據啲大行目標啦。其二就係我哋要做一個少少嘅關鍵總結啦，就係嗱幾大理由都會支撐住下我低利率啦，呢個頭先你知咗啦，有限嘅供給，因為點啊，礦係有限㗎嘛，金唔係無限可以掘到啊嘛，強力支持就係我哋講央行啦，即係買入啦黃金啦，呢啲咧都會有機會咧係推升到個金價 support 到個金價下嘅動力。咁但係當然我哋都要關注翻市場上，譬如當利率啦、美元嘅走向啦、地緣政治啊、央行買盤，即係頭先講嘅嘢，全部都係要留意嘅嚇。嗱，TC Sir 咁聽你講咧，黃金有好多優勢啦，無國界，佢又唔可以俾人即係複印制度啦，又唔會俾黑客去襲擊啦，咁亦都係一個最終嘅防禦武器。咁你究竟點睇近排嘅金價先？好啊，嗱，咁啊，既然講到黃金，即係我叫做啦，喂，好似都幾有諗法啦，即係一個即係防禦性頗高嘅產品。咁但係我哋必須要知道最近嘅金價走勢啦，咁啊以防即係家庭觀眾朋友有興趣，可能入下市嚟緊都有啲部署咁啦。黃金的而且確啦，我都準備咗幾幅圖啦，咁啊對時大家可以望一望螢光幕啦。第一幅圖咧就係其實黃金咧，我哋必須要講一定係牛市，即係其實係一個好靚嘅上升通道。咁我哋見到個圖形上啦，幾個圓圈低就係喺個上升通道嘅底頂嘅時候，黃金都會有一個反應，俾翻我嘅良好反應就係見頂，我哋就要走啦。見底我哋買上，咁啊嚟緊黃金咧，我圈咗最個底部啦，右手邊嗰度有兩個圓圈啦。咁啊，其實最近一次咧，約莫去到4098，即係我當4100嗰啲啦，黃金就彈得都幾急嘅。咁嚟緊咧，開始又接近呢個所謂上升通道嘅底部。當然啦，佢有兩條線嘅，咁即係如果再落一級咧，都有機會會再跌多一層先見底。但係 at least 黃金相對嚟講已經係較近底部啦，已經有吸引嘅水平啦。好啦，咁啊 T Sir。有冇一啲較合理或者吸引嘅位咧？就係4300蚊。點解啲 Sir 俾4300蚊？嗱，唔係就佢。雖然講到黃金咁好都好，嗱，但係我哋技術分析㗎嘛。黃金咧，4小時圖咧行緊一個叫做下降楔形。下降楔形係咩咧？就係阿 Choco 可以睇到幅圖啦，就係話其實咧佢係喺嗰個下降楔形嘅底線嗰度已經係穿咗。咁所以嚟講，正常喺技術分析嚟講，量度翻個跌幅咧，其實黃金係有可能咧係會試一個目標價4300蚊。咁好啦，如果假設我哋對黃金係有啲諗法啦，即係覺得黃金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叫做少量持有嘅商品嘅話，咁4300蚊咧的而且確係一個幾好嘅位置，大家可以考慮。假設啫，喂4300蚊我真係預期買入到 keep 住嘅話，咁最近有冇一啲叫上升嘅阻力啊？咁啊，大家去睇翻幅圖啦。咁黃金原來咧個阻力位咧，我哋 mark 咗大概4800至5000呢個 range，有機會係一個短期上升嘅阻力位。咁至於下降嘅支持位咧，就喺4200至4300，咁可以俾家庭觀眾參考下啦。咁樣好啦，咁啊賣個關子啦。WCC 嘅觀眾啦嘅朋友們啦，如果有興趣即係想了解多啲，可能 follow 下我嘅話啦，咁我賣個小廣告啦，就係可以睇我哋螢光幕我嘅 IG 啦，同我有個 WhatsApp 嘅群組啊，大家都可以入群啦，掃個 QR code 入嚟啦，就 follow 我。咁啊到時我都有啲資訊啊，或者可能我定期拍片嘅時候都會有啲通知，等大家可以 follow 下我最近嘅訪問啊，各樣嘢啦，啲對市場嘅睇法咁咯。冇錯啦，咁除咗 follow TC Sir 啦，可以睇到佢更加多嘅資訊咧，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哋 WCG 嘅 IG 嘅。咁我哋定期會有啲優惠啊，同埋一啲新聞嘅資訊咧發放俾大家㗎。咁今日咧好多謝 TC Sir 嘅時間，多謝你嘅分享，好期待咧下一次咧再一齊睇下個金價究竟有冇力氣。好，好，今日係咁多先，拜拜。好，拜拜。